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妍牧师。2月11日，爱不后悔。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要来看约书亚记很精彩的一段的经文，就是约书亚10章28到43节。约书亚10章28到43节。我们要祷告 RPG 的金句是这样说：如果我们私信他仍然信实可靠，因为他不违背自己。记载在新约提摩太后书2章13节。今天的经文是接着昨天非常精彩的一个战役，而基督这一位元帅，这一位主耶和华是约书亚以色列的元帅，带领他们得了一个很大的胜利。之后呢，还有后面哦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来面对，当我们得胜了之后，我们会怎么样来做呢？昨天的这个战役是因为跟信有关，信心或者是信誉，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守信。当我们面对失信的约定，我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吗？如果是我们失约失信于神，上帝会采取什么行动呢？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，就是以色列人不单是击溃了5王的联军，擒杀了5王，并且继续的横扫南方，把以后犹大支派所分得的地全占取了。而我们看到在这个除了击杀5王以外，还有另外的4王，所以总共是9王：希伯伦王、耶末王、拉吉王、伊基伦王，并且能够夺取这些王所辖制的城，除灭城中的人口。这样约书亚击杀了全地的人，包括了简单来讲3地、南地、高原、山坡的人，和那些地的君王、诸王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人所吩咐的。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挥军南下，转向大海，攻击以后西缅支派所分得的地，再回师攻击基遍。约书亚从加低斯巴尼亚攻击加萨，又攻击各山全地，直到基遍。约书亚一时击败了这些王，并夺取了他们的地。我们看到这个战果很辉煌他们得了这些辉煌的战果，那个关键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在30、32节都有说到的，耶和华将这些人交在以色列手中，这是神所做的那部分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要配合神做的是什么呢？神才会把敌人交在他们手中呢？是什么事情是要配合的呢？对了，如果我们从昨天到今天，我们看10章，有3个地方都有提到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听一下哦。第10章第9节，约书亚中夜从基甲上去。到第15节的时候说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。到第43节，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。看起来每次以色列人获胜了，都是回到基甲。其实按照道理来讲，其实他们攻取了一个地方，应该可以在那边停留驻守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子来做，而是他们全体都回到基甲，然后再从基甲出发去攻取别的城。
当然这毫无疑问是那时候的这个历史所这样记载。可是我们来想一想，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记得吗？吉甲这个地方，就是上次英年牧师讲到的时候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过约旦河以后，全体在那里行割礼呀，过逾越节，记得吗？在那里以后，他们开始吃当地的出产的这个迦南的土产，然后他们原来在这旷野所吃的玛纳跟鹌鹑就停止了，也就是那是一个记号，也是他们在那里回想神呼召他们跟他们立约的地方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好好每一次都来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是怎么跟神立约的？英业牧师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商人，他常常在世界各地跑，可是他一段时间不管如何，他就要回到台湾。即便这样的疫情的情况下，他仍然要接受那个隔离几个星期，然后回到台湾，回到他起初他跟上帝立约，神和以基础起家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就是上帝除去他过去屡战屡败，在那个地方已经差一点快倒地，甚至对人生黑暗不想活的地方，而神在那里唤醒他，使他的灵魂苏醒，使他再一次站起来，以至于他今天可以有这样的辉煌的事业，他可以在很多的地方荣耀上帝的名，但他每要固定，就是要回到起初他跟神立约的地方。基甲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我们神跟神立约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我们自己也来回想，我们是怎么被神唤醒的，我们从哪里开始，我们就每一次都回到哪里。我们不用去到世界各地，我们要每一天晚上，好吗？每一天晚上，或者是每一天早上，或者是每一天一个固定的时间，自己或者是全家那更好，一起回到基甲，一起回到神起初呼唤我们，起初呼召我们的地方，那么我们就容易再次来感恩，我们就能够反省自己，我们今天所能够得力的都是在乎神，我们的盼望都在于主。我们好不好来回想，来默想，当信实公义的上帝他施行审判时，我要怎么面对？现在我可以做什么吗？可以，我们每回到基甲，我们就能够纪念这一位上帝是信实、守约、是慈爱、是公义的神。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赶快对焦于神，不要跑离神，离神远了我们就危险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永不放弃我们，你的爱永不后悔。我们每回到基甲，回到主你跟我们立约的地方，我们就想起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。即便我们失信于你，主啊，你不违背自己，主你的爱不后悔。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么美呼召我们的地方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勇敢去爱，不后悔，特别是活出
主的爱。我们明天见。